你見到你我都開心。唔係佢話有佢個大家好又見我。好多人而家咧就睺緊一個好重要嘅政府福利，長者高額津貼咁優化咗嘅，以前分3階，而家就2階嚇。最新嘅津貼數字咧就係每個長者有4250蚊一個月嚇。兩公婆兩公婆如果一齊攞咧，其實都9500蚊。咁你係咩概念咧？9500蚊？我諗返大灣區生活，兩公婆有9500蚊都橫數㗎啦。嘅生活質素都唔差，真係唔差。因為據聞上面租間樓都係2000蚊已經有100平。哇！咁你即係成千尺喎，仲有剩返嚟簡單啲數7000蚊使，哇！咁其實以國內嘅生活水平，真係都算唔錯啊，都算唔錯。既然咁重要，就提提大家點攞啦。原來有成個政策都有優化嘅，當然要達到歲數啦，65歲。咁你本身第一個要求咧就係個資產審查。個人嚟講，如果個資產就唔多過406000，咁資產上已經符合資格。我覺得都寬鬆喎，起碼自己可以揸住40萬再每個月攞佢4250蚊，咁你又計翻40萬，而家做個3厘嘅定期，呢度又多千零蚊喎，咁你話加埋真係幾爽喎，係嘛？即係而家我最近做個定期都有3厘半啦，咁你睇翻，哇，咁呢度係咯，又1年萬幾，除翻12又多千零蚊。咁你話兩公婆咁樣搞一搞，如果係夫婦嘅資產可以去到616000添，即係再高格啲多21萬。咁你話呢個夢幻式咁想像就係好啦，我就係樣樣都揼冚，我有60零萬資產，60啦當齊整啲，咁啊攞咁3厘，咁啊1年有3厘半，咁1年有2萬，咁啊除翻12就一個月可能有成1600蚊，再加埋佢兩公婆9500。哇！11000蚊喎，真係唔講得少喎！突然間我都即刻想65歲，係嘛？幾開心幾開心！咁同埋好多人唔知，真係好多人唔知。你除咗資產之外咧，你仲可以即係資產你合格之外，原來你可以有收入嘅喎，因為好多人唔知喎。嗱，一個單身人士咧，政府容許佢每個月有1萬蚊，10770蚊收入。喺呢個收入以下咧，佢都係符合緊攞呢個高額津貼嘅。咁呢個又真係又幾爽喎！所以你話香港唔好，咁香港唔好，我就唔知道全世界仲有邊度好啊！真係。再加上而家唔需要一定喺香港本土生活，亦都可以北移上大灣區。咁兩邊可能騎住咯，係咪啊？冇所謂㗎，嚇，冇一個硬性規定㗎，嚇。咁你話咁樣嘅組合裏邊，唉，香港人實在太幸福啦，係嘛？咁今日分享就到呢度啦，嚇！希望大家可以個攞到政府嘅高額嘅津貼。如果有疑問嘅都可以諮詢我，我都歡迎大家隨時嘅諮詢嚇。咁今日時間差唔多，好，拜拜。仲有嘅就係呢啲咧就係比較竅門啲啦。譬如舉例係咩咧？有啲資產上又唔係計落佢要審查嘅資產嘅，譬如係咩咧？